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要来给大家讲笑话，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已婚的男士千万唔通买 iPhone 12，因为当你困去的时阵，恁某查你的手机啊，只要对你的面去扫得开锁啊，啥物拢藏袂掉。你若想要查恁某的手机啊，迄根本都无法度，因为恁某困进去已经卸妆啊。查甫人呢，佮5分钟就到厝；佮查某人呢，佮5分钟就会当出门，基本上是同款的意思。隔壁阿嬷叫我帮伊打电话，互住伫美国的囝。阿嬷用赖打，唔免钱呢。阿嬷听了感觉足奇怪，随月头走转去厝。过一个啊，摕一杯赖打，搁来找我啦。学习看后开，万项代志拢得看后开，就是爱知影学习放下的是内心的热意，放下的是一种智慧，一种顿悟，是一种释怀，一种心态的选择，毋是外在的一种行为。放下的是内心的激意甲固执，放下的是烦恼、以为、责任甲事业。好地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好处，你一定爱。影片到这结束，恁若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爱看，就肯贝尔米巴暗时来点准时好本影片，刷。人生七早才开始，是开始啥物呢？就是观察盐放湿点，汤料白，中风老人目睭无，目睭有，目睭青，乌影乌影，搁有啦，骹头有无啦？恁厝是拢送咧烦恼，送咧做主啊？我是。